其他消息，咱来关心国军即马正在进行反攻演习，不过却传出意外，这是昨下晡陆军的陆军团伫基隆的平安营发生一粒炮弹爆炸，造成9个人受伤，其中有2个人伤势较严重，手去互炸断去。总统蔡英文已经指示要全力抢救，嘛要调查原因。救护车真紧驶出陆军团伫基隆的上丰营区，因为自是下晡3点，营区发生炮弹爆炸意外，军方证实官兵伫举行弹药整理作业时阵，一粒110公里的炮弹因为不明原因爆炸，造成9名官兵受伤。今天下午3点多执行弹药技术检查作业时，其中2栋破炮疑似发生爆炸，原因不明，造成9人送医，其中2名伤势较重，目前医院全力救治当中。附近居民是心惊惊表示，迄时阵听到真大爆炸声，然后就看到营区庆祝白烟。我现在不高兴。这跟演习无关哈，跟大家报告就是有炮弹在整理的过程中，不慎引爆这样子，在我们中正区的社区里面，然后有这样子的弹药库，大家过去就有很多讨论。那今天发生这样的公安意外，我觉得这是我们也要好好去思考。基隆市长贾国良也关于营区关心状况，初步了解，现场姓罗、姓王、姓周一边加姓地、姓刘上兵等5人轻伤，姓混上士、姓洪中士伤势较严重，传出手骨炸断，分别送去基隆中警甲基隆3总，另外2人无送医。总统府也发声明表示，总统伫第一时间已经掌握相关消息，支持全力救治，也要求军方赶紧调查事发原因，确保部队人员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